在《雪中悍刀行》剧版当中，人气最高的女角色就是徐凤年的丫鬟青鸟了。电视剧上映后，让不少粉丝喊出了“杀世子夺青鸟”的话语。那么在原著当中，青鸟有着怎样的身世和来历？结局又是怎样的呢？作为北凉世子的徐凤年，在梧桐院当中有着2大丫鬟，一是红薯，另外一个就是青鸟了。这2大丫鬟是自小陪着徐凤年长大的，两人的身份都不简单。红薯是敦煌城城主的侄女，是北莽的皇族，后继承了敦煌城，成为了新城主。青鸟同样不简单，她是枪仙王秀的女儿，这一人刹那枪的主人。除此之外，她也是徐凤年的死士之一。当年的青鸟还叫做王青鸟，王家也是北凉的名门望族之一。作为一位世家小姐，青鸟的父亲王秀对她极其的宠爱，但她却并不幸福。她曾说过自己的父亲杀死了母亲，这也是她一直性格冷淡的原因。很小的时候，青鸟来到过北凉王府，不过当时的她不是徐凤年的丫鬟，而是以小贵客的身份被邀请而来。当时她跟着还不曾改名为徐彦兵的刘彦兵来做客，不过她并没有见到徐凤年。之后，王秀死于陈之豹之手，王家的顶梁柱没了，一下就没落了。而当时的徐彦兵也被逐出了师门，不过他依旧来到北凉王府为自己的师兄报仇，4次刺杀徐骁，但每次都被老黄给拦下。几次刺杀之后，徐彦兵明白了王秀是在比试中光明正大而死的，加上刺杀之前和徐骁的约定，刘彦兵信守承诺，加入了北凉王府，改名为徐彦兵。青鸟也进入了梧桐院，成为了徐凤年的丫鬟。两人自小一起长大，关系极其深厚。除了陪伴徐凤年长大之外，作为徐骁安排的死士，青鸟暗中接受了很多训练。《雪中悍刀行》剧版当中，人气最高的角色就是青鸟了。那么原著当中的青鸟又是怎样的呢？被作为死士培养的青鸟，从小就接受了徐彦兵的教导，学习王秀的刹那枪。跟着徐凤年2次游历江湖时，青鸟也算是一个小高手了。这次游历时，徐凤年在半路遇到了温华，青鸟的一句“温公子”让温华记他了一辈子。芦苇荡刺杀时，青鸟手持刹那枪，血拼天下第11的武道高手王明银。大战过后，青鸟重伤，即使有李淳刚出手抢救，情况也不乐观。为了救青鸟，徐凤年给他喂了2颗赵熙团给他的龙虎金丹，这金丹是可以生死人肉白骨的顶级丹药。作为天师的赵熙团，这么多年也就这2颗，全都给了徐凤年，而徐凤年则是全给了青鸟，保住了青鸟的性命。也是这一次，青鸟知道了自己在世子殿下心中不只是丫头和死士。第2次游历江湖结束后，徐凤年回到北凉，很快又开始了北莽之行。徐凤年北莽之行后，青鸟在北凉王府跪了1天1夜，只为让徐骁允许他去北莽。徐骁点头后，他便提着刹那枪去到了北莽。在北莽时，青鸟一边找徐凤年，一边挑战各路高手，磨练自己的枪技。在姑塞州时，青鸟挑战当地门派孙氏枪林，这个门派的宗主是个维指玄镜的高手，却被青鸟一枪给崩碎了头。孙氏子弟派出了大批人手追杀青鸟，绝境中，青鸟学会了王秀的脱字诀，一记回马枪反杀了70多人。这一路，青鸟杀了不少北莽高手，打响了自己的名气。在提兵山挑战第5鹤时，终于遇到了徐凤年。在《雪中悍刀行》剧版当中，人气最高的女角色就是徐凤年的丫鬟青鸟了。那么在原著当中，青鸟的结局又是怎样的呢？徐凤年北莽之行结束，准备回归北凉之时，路过了提兵山，在提兵山见到了挑战第5鹤的青鸟。第5鹤是个大指玄镜的高手，这一战青鸟落入下风，被第5鹤打成重伤。关键时刻，徐凤年出手了，冒着身份暴露、被北莽大军追杀的风险，徐凤年救走了青鸟。面对第5鹤的一路追杀，徐凤年在绝境悟道，后废了6年寿命，一刀捅进了第5鹤的胸膛中，一身的大黄庭都被他注入到第5鹤体内，将他的行动封死。而后脱离险境后，将第5鹤的头颅斩下。这一次北莽之行，不仅是徐凤年实力暴涨，青鸟也进步了很多，已经是一位1品宗师级的高手了，达到了指玄境。之后的西域截杀赵凯，青鸟也跟着去了。徐凤年对上杨太岁时，青鸟则是对上了一队骑兵，将他们尽数斩杀。赵凯死后，寒雕寺前来报仇。武帝城之战，青鸟的刹那枪打在寒雕寺身上没有作用，他不要命的冲杀让寒雕寺感到厌烦，准备将他给击杀。好在此时的青鸟实力已经大增，不然一击之下他必死。但就是这样，他还是重伤，命悬一线，被徐凤年给救走。这一战也是青鸟的最后一战了，结束了自己的死士任务。受了重伤的他在梧桐院中休养。后徐凤年成为大宗师后，青鸟就加入了大雪龙旗，成为了一名校尉，结局跟着徐凤年一起隐居了。